喺香港學講英語有啲音要注意，今日先講3個。頭一個咧就係 P， 好似呢啲咁簡單嘅字咧，唔好話 stop shop 算數啊，一定要講 stop shop ship keep， 俾個 P 噴咗氣出嚟先至算數。第二個咧就係 K， 第一個字啦 relax 先嚟 K 有 S， 千祈唔好講 relax 好核突嘅，唔好講好過講 relax。第二個字咧就 risk risk 先嚟 S 後 K。複數仲麻煩 ，risks 要慢慢讀，欲速不達，千祈唔好話 risk 算數。第三 DJ 本來嘅字咧就係 disc jockey， 千祈唔好講 disc jockey， 一定要俾個 K 音出嚟 disc jockey。最後講講最後嘅字母，英國嘅讀法咧就係 Z， 美國嘅讀法咧就係 Z。你中意英好美好你嘅事。但係首先要戒嘅咧就係Z開頭嗰個嘅音，一定係 Z 冇嘅。